关注民族权伫威权时代受到压迫，即马较少人讨论到。事实上，伫咧1950年代开始，挖选所在有设几落个山地治安指挥所，就是迄当时政府伫咧控制原住民部落机构。国家人权博物馆参观民会合作，今日公布因制作的影像记录，希望大家会当了解到原住民族伫咧威权时代安怎受到这压迫。1950年10月，台湾省法安司令部成立了8处山地治安指挥所。为山地治安指挥所开始讲起原住民族伫台湾威权统治时期安怎受到压迫。山地治安指挥所为1950年开始陆续设立，到1959年计共有12间，大部分拢伫阿里山的沼泽部落。指挥所内底有大军警，目的是要控制山地甲原住民部落。台湾是一个近山近海的一个国家，可是我也很难理解说，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的陆山陆海的一个管制？那如果我们回到威权统治的这样的一个脉络下，我们大概就可以比较理解，是采取同化跟融合的政策在做一个治理，不管是个人，不管是集体的权利，都产生了许多的伤害。为了了解原住民伫威权时期所受到的压迫，国家人权博物馆甲原民会合作，用年半的时间调查，推出影像记录专辑，希望为这个记录开始，大家会当看到威权时期原住民的血泪。希望它能够被提报成不义遗址，因为我们认为不义遗址是一个进行不义行为，就是非法的或是不正当的逮捕、讯问，甚至刑求的地方。那目前台湾公告的不义遗址里面，其实并没有原住民地区，透过人权馆提报到文资局，进而成为一个不义遗址。目前影像记录专辑也搁咧制作当中，完成了后也会伫国家人权博物馆的网站展出。计划主持人也希望未来会使亲入部落，在地放送，不过也搁需要进一步规划。记者郭文正、准由新北报道。